你怎么了？臣妾跟随皇上多年，只是没有想到，皇上竟然把臣妾当成外人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臣妾并非要干涉朝政，只是没有想到，立太子之事，臣妾竟然比朝中大臣们知道的还晚。皇上为何要隐瞒于我呢？朕并非有意隐瞒于你呀。要知道，此事若早宣扬出去，会引发朝中大乱。可皇上立其儿为太子也就罢了，为何要惩罚臣儿呢？臣儿自幼桀骜，不甘于人后。朕怕他知道了立其儿为太子，再生事端，所以要先杀杀他的锐气，让他借此事好好反省下自己的过错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呐。皇上，朕怕他们兄弟三人反目，不得已而为之啊！岂有此理！老不死的，竟然封老三做太子，竟敢无视于我！你们这帮废物，就知道让本王等待时机，等待时机。这下好了，让本王闭门思过了。养你们这帮饭桶，有何用？王爷息怒，此事的确是让那谢延琪占了先机。可是，住嘴！看看你那好义女吧，谁知道她到底和皇上说了些什么？下次让本王见到她，必将她碎尸万段。王爷，越在此时越应该沉着冷静才对。谢延琪他只是一时占了上风，可我们并没有满盘皆输啊。毕竟，王爷在朝中的势力还是多数的。这鹿死谁手，还说不定呢。本王自然明白。舅舅，你先请回吧。不信，这一切还不都是他给我出的昏招吗？我倒要看看他在给我耍些什么把戏。恭喜太子殿下！啊，多谢，恭喜太子殿下！多谢各位大人，多谢。几位大人，这边请。恭喜太子爷！恭喜表哥！好了，你们俩好，我也开心。恭喜王爷！恭喜王爷！哎，表哥。
你说呢？表哥最听你的。王爷说的对。想问你，什么事儿？你之前三番四次的想从王府逃出去，最后为什么都没走？其实这事儿，我一直想找个心平气和的时机告诉你。我好像发现我们穿越回去的关键了，就在宗祠里。可是宗祠不是像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就能进去的。于是我静下心来想了很久。好像只有嫁给皇子谢恩琪，通过我们的婚礼进行宗祠祭拜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实行穿越计划。我思前想后，也只有这个计划是最靠谱的了。所以，你最终决定要嫁给谢恩琪？我还在纠结。你爱他吗？轻柔，作为女人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爱他。但是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。你嫁给他的目的，就是想要进入宗祠，找到穿越的关键。不是，就是为了离开他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轻柔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求你离开他，求你离开谢妍琪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轻柔，我不打算回去了。什么？你也知道，女演员什么的，总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。到最后，也不过是找一个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嫁了。但自从我穿越到这里来，我觉得这边并没有名利圈那么多尔虞我诈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而且，我找到了一个喜欢的人，因为我爱他，我不在乎他身边有其他女人，只要我能陪着他。可是晴柔，你是一定要走的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离开一定会伤害到他。你忍心他因为你的离开而难过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是一直想着怎么回家，却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会伤害谢妍琪。尹清柔，你太自私了。晴柔，等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入宗祠，找到穿越的关键，然后告诉你，让你们穿越回去。我发誓。双双，你让我想一下。晴柔，你毕竟是要离开的呀，你早一点离开，对他的伤害就会少一些的。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双双，你难道不相信我吗？晴柔，你难道忍心因为你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吗？晴柔，别说了。哎，晴柔，发生何事啊？为何如此惊慌？没事啊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我一早便找你，希儿说你往花园方向来了，我便前来寻你。你找我有事啊？晴柔，我被封为太子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都当上太子了呢。可是，昨日我见你的脸色，还是十分担忧啊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晴柔，你还在怀疑我的真心吗？你要知道，
我虽被封为太子，但谢延启依旧是谢延启。我此生只爱你尹清柔一个人，只愿与你一人厮守终生。我不值得你这样。为何不值得？难道你不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吗？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现在是太子了，要替皇上做功课的。所以说，你快去上早朝吧，我会在家乖乖等你的。近日事务是有些繁杂，也的确怠慢了你。待我忙完这些日子，我必定带你游山玩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秦柔，小王见过太子妃，服了你了。给我倒杯酒。哎，这倒是奇怪，难道三哥府上就不能给太子妃一口酒喝吗？非要到小王这里讨酒喝？行了你，我问你，皇上封谢延琪为太子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怎么会？三哥当太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没当上太子，你心里不难过？秦柔，你还真是天真呐。这太子之位怎么轮也轮不上我呀？在父皇的眼中，我就是那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也罢，做烂泥挺好，至少落得个清闲自在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言萧生性狂放自由，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被那皇位束缚住。三哥温顺共良，太子之位实至名归。说正事儿。我有事儿想找你帮忙。帮什么忙？以后他遇到什么难处，你一定得帮。笑话，三哥身边有你这个机灵鬼，还用得着我帮忙？我不管，反正以后他要遇到难处，你一定得帮他。青柔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哪有啊，我没有事儿，我好着呢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，朝堂上的事情我不便过问。所以如果他以后有事儿，你一定得帮他。哼，放心，三哥和我骨肉兄弟，他若有事，也需定当相助。那我们说好了。说好了。拉钩。拉钩。盖章。盖章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妻儿和晴柔的婚事如何了？回皇上，自打上一次，这个典礼出事之后啊，他二人的婚事就暂时搁置了。朕得让他们马上成婚才是啊！是啊，太子爷和晴柔姑娘，那是郎才女貌啊，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地设的一双啊。照钦天监，选个良辰吉日，让他们马上成婚。是。太子爷，这可是小姐亲手为你做的菜。这些菜肴，当真都是晴柔亲手所做？是啊，这一桌啊都是她亲手做的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。哎，王爷，你可得尝尝，这都是晴柔的家乡菜，点击率老高了。好了，我来说两句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大家能够相识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先敬大家一杯吧。来，来。
太子，多吃点。这第2杯酒呢？我尹清柔给大家赔个不是。我昔日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干了这杯酒，一笔勾销吧。令姑娘是我们府的开心果，你说这话可见外了。这第3杯酒呢？我要敬谢延琪，也就是我们的太子爷。我感谢他包容我的小脾气和任性，也要感谢他，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出现在我身边。七个！阿广，不可！不愿意坚强。青柔，你今天真是太霸气，太敞亮了。哎，对你刮目相看啊！是吗？那还用说，完全一副正牌太子妃的派头，什么孔双双都边上玩去，根本没法跟你比。阿广啊，若是我们回不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回不去啊？万一呢？万一回不去，那也没关系。哎，我不是还有你们吗？
他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王爷是要去宫里吗？不，你去备马，一会儿我带青柔去郊外骑马。那宫里的事，就是我身体抱恙。抱恙？哎，王爷，青柔，青柔，王爷，你可知青柔去了何处？喜儿不知道啊。小姐昨天说要晚些起，叫我晚点来叫她。哎呀，青柔，青柔，青柔，你在哪儿？青柔，你给我出来！青柔，你在哪儿？青柔，你去哪儿了？青柔，你给我出来！青柔，青柔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！你们两个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好乖。哎呀！你开始。